第一次經課記載喺撒母耳記上16章1至13節。耶和華對撒母耳說：我既厭棄掃羅作以色列的王，你為他悲傷要到幾時？來，我差遣你到伯利恆人耶西那裏去，因為我在他兒子中已看中了一個為我作王的。撒母耳說：我怎麼能去呢？掃羅一聽見就會殺我。耶和華說：你可以手裏牽一頭小母牛去，說：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你要請耶西來一同獻祭，我會指示你當做的事。我對你說的那個人，你要為我膏他。撒母耳遵照耶和華的話去做，來到伯利恆，城裏的長老都戰戰兢兢出來迎接他。有人問他說：你是為平安來的嗎？他說：為平安來的。我來是要向耶和華獻祭。你們要使自己分別為聖，來跟我一同獻祭。撒母耳把耶西和他眾兒子分別為聖，請他們來一同獻祭。他們來的時候，撒母耳看見以利押，就心裏說：耶和華的受膏者一定在耶和華面前了。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耶西叫亞比拿達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耶西又叫沙馬經過，撒母耳說：耶和華也不揀選他。耶西叫他7個兒子都從撒母耳面前經過，撒母耳對耶西說：這些都不是耶和華所揀選的。撒母耳對耶西說：你的兒子都在這裏了嗎？他說：還有一個最小的，看哪，他正在放羊。撒母耳對耶西說：你派人去叫他來，他若不來這裏，我們必不坐席。耶西就派人去叫他來，他面色紅潤，雙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華說：起來膏他，因為這就是他了。撒母耳就用國裏的膏油，在他的兄長中膏了他。從這日起，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了大衛。撒母耳起身回拉馬去了。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同埋網上嘅朋友午安。係啦，咁樣咧，今日咧過咗半年之後，有機會咧再次嚟到蘇寧教會啦，都係好興奮嘅。今日講題就係叫做今日睇真啲之神的揀選。咁啊，即係都有翻咁上下先識得咩叫做今日睇真啲。希望咧，我哋可以深入嘅去分析一下咧，即係神揀選大衛嘅呢件事嚟去理解下究竟神佢係喜悅啲咩嘅人嘅咧？我想問係咪我嗰度都影到我㗎啦？係嘛？好，好，都 OK 啦，因為我唔知啲位。又影到 PowerPoint。OK， 好啊。好，咁啊講下咯喎。經文咧，其實一開頭先大家第一個讀經課嘅時候都有講到啦，即係撒母耳咧，佢係驚咧掃羅知道佢去膏立新王嘅時候咧，會招致殺身之禍。於是咧，耶和華佢主動出咗條橋喎，佢就係吩咐撒母耳咧去帶一隻牛犢去獻祭。我唔知大家咧讀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咁出奇嘅？乜上帝主動去教人講大話咁都得嘅咩？不過首先咧，佢又唔係一個嚴格嚟講，佢都唔算係一個大話，因為佢真係有去獻祭噶嘛。撒母耳係咪？只不過佢係隱瞞咗一啲嘅真相。最關鍵嘅真相就係佢需要去即係膏立大衛一個另立新嘅王。呢個咧係一啲嘅宗教同埋政治嘅行動。咁由呢件事我哋知道咧，喺一個殘暴嘅政權底下咧，隱藏真相都可以視為係智取嘅方法之一。如果大家比較熟悉嘅咧，可能唔知你記唔記得約書亞記嘅時候咧，都記載過妓女
拉合啦，佢都係咧真係講大話去幫一啲嘅探子去脫險喎。但係結果咧，佢有冇俾人話咧？喺聖經裏邊咧，佢係被頌揚嘅喎。根據即係呢一啲嘅經文咧，請容許我大膽去講，就係其實喺危難同埋迫害嘅環境底下咧，我哋存住敬畏神嘅心，為咗保護自己、保護其他人而自取咧，神係 OK 嘅。唔 OK 係邊個咧？有陣時係人嘅道德價值觀念。而家嘅基督徒或者我身邊遇到一啲咧，好多都係講緊要有好見證嘅嗰個執著。好多時候咧，佢哋好要求自己同埋其他人咧，都係做一個道德完全嘅人啦，無可指責咁樣樣。但係神佢喜悅嘅係我哋對佢完全嘅信靠，而唔係一啲流於表面嘅敬虔行為。所以有陣時神吩咐人做嘢咧，有陣時可能喺某啲人嘅眼中咧，可能真係踩過界嘅喎。咁啊，有一句好出名嘅金句啦，係咪？就係講緊咧，即係神咧去揀人咧，係唔在乎我哋人所看重嘅一啲條件好，佢係睇我哋嘅內心嘅。咁喺耶西屋企裏邊嗰個揀選嘅過程咧，你見到其實就算係偉大嘅先知如撒母耳咁樣咧，其實佢都會用咗人嘅諗法、人所期望嘅條件好咧嚟去揀人嘅喎。咁所以唔使擔心，何況係我哋呢啲普通人咧，係咪？咁人所期望嘅條件係啲咩咧？首先第一，梗係睇樣先啦。我哋即係我都要提，我都係外協嘅咁樣樣，都係咧唔打得都睇得啊嘛。第一樣嘢。咁但係如果你淨係齋講樣嘅話咧，你睇翻經文，大衛都唔差嘅喎，都形容得佢好靚仔嘅喎，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咧呢樣嘢係冇對立嘅，即係話係咪一定揀嘅一定係要醜八怪咧咁樣？其實就唔一定㗎，你都可以又靚女又靚仔得嚟咧，又有呢個內涵㗎嘛，係咪？好，咁所以第二樣嘢我見到咧就係其實係個能力啊，即係因為經文有講到咧，其實即係嗰啲阿哥咧，特別係即係第一個啦，即係以利押咁樣，佢係身材高大嘅喎。如果我哋再睇埋咧第17章裏邊去描述咧，就係頭嗰幾個兄弟咧，佢哋咧都係跟隨掃羅王去出征打仗，佢係戰士嚟嘅喎。咁所以其實第二樣嘢可能我哋會睇嘅人嘅角度就係嗰個人嘅能力啦。第三樣嘢就係嗰個家庭嘅地位啦。咁喺嗰個經文嘅年代咧，其實係好着重長子嘅，即係你都會記得雅各咧都要爭呢個長子名分啦，因為佢哋好有着數噶嘛，即係喺分家產嘅時候、分產業嘅時候咧，可以攞到雙份啦，有好多嘢咧又係長子去話事啦咁樣喎。咁所以其實今次咧，神唔係揀選長子，反而係揀排行第8最細嗰個仔。其實某程度上咧係顛覆咗長子優先嘅社會制度嘅。咁喺內心方面咧，就可以係一啲嘅我哋人嘅意圖啦、心態啦、品格啦，同埋對神嘅敬虔。好啦，咁為咗掌握多少少咧人物嘅內心啊，咁我哋需要睇一睇咧17章一啲嘅經文，所以咧想請大家讀一讀嘅，1、2、3。大衛問站在旁邊的人說：有人殺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怎樣待他呢？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是誰呢？竟敢向永生神的軍隊罵神嗎？以色列人彼此說：若有能殺他的，王必賞賜他大財，將自己的女兒給他為妻，並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納糧當差。大衛的長兄以利押聽見大衛與他們所說的話，就向他發怒說：你下來做什麼呢？在曠野的那幾隻羊，你交託了誰呢？我知道你的驕傲和你心裏的惡意，你下來特為要看爭戰。係啦，咁樣咧心理學有一個 term 就係 projection 啊嘛，就係講緊投射。其實咧，以利押佢點樣去睇大衛咧？其實或多或少都反映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個點樣嘅人，佢點樣諗嘢。另外都會見到咧，以利押佢亦都係一個好容易發嬲啊、好驕傲啊、自以為是嘅人。咁猶太拉比去讀呢一段
經文嘅時候咧，仲會睇得出咧，其實係以利亞對於大衛嘅一種嫉妒。究竟有咩好嫉妒咧？咁又請大家咧讀一讀16章嘅21至22節啦，上面嗰度。大衛到了掃羅那裏，就是立在掃羅面前。掃羅甚喜愛他，他就作了掃羅拿兵器的人。掃羅差遣人去見耶西，說：求你容大衛侍立在我面前，因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嗱，呢度咧就講到話有惡魔嚟去攪擾掃羅啦，咁於是咧有神僕咧就請咗善於彈琴嘅大衛嚟去為掃羅咧定下經喎。點知咧就成為咗掃羅嘅心腹，做咗咧幫掃羅去拿兵器嘅人。咁要知道咧就唔係普通嘅卒仔咧可以做到拿兵器嘅，咁一定係你都好信得過嗰個人咧你先得。如果唔係佢倒戈雙向嘅嚟去刺殺掃羅王，咁就 GG 啦嘛。咁回答翻，咁其實以利亞有咩好去嫉妒大衛咧？豈不是就係佢弟弟有一份優差？即係諗下喎，佢打仗，即係以利亞打仗都要打生打死揾條命嚟搏啦。但係咧，即係弟弟就喺個皇宮入邊咧，即係同阿掃羅王咧彈下琴咁樣嘅啫喎。即係第一，即係呢個係一個優差啦。佢仲要咧可以得到王嘅歡心喎。所以當弟弟咧去到嗰個嘅戰場嘅時候，以利亞嘅反應咧唔係擔心佢嘅安全喎，即係哇呢度兵荒馬亂咁樣佢唔係擔心佢安全，而係咧睇到嘅係佢嘅驕傲啦，佢咧搏上位同埋想領功。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以利亞佢緊張嘅係個人嘅榮辱問題，佢睇唔起大衛，甚至咧可以話佢係冇當咧大衛係佢家族成員。你諗下喎，如果咧真係以利亞佢係當大衛係自己人嘅話咧，大衛殺咗哥利亞，根據頭先話嗰個獎賞咧，佢全家人咧都會成為皇親國戚嘅喎，全家人都唔使交稅啦，又唔使打仗啦咁樣，咁俾咗我又唔使我出手能夠即係坐享其成，即係不知幾開心先係噶嘛。但係咧，以利亞佢睇到嘅係個人成敗嘅嗰個對立，佢身為咧跟隨掃羅出征嘅戰士啦，又身材高大咁樣樣，佢咧都唔夠膽去迎戰哥利亞。如果真係俾呢個放羊嘅好矮小嘅，即係俾佢啦矮小嘅弟弟去打敗咗嘅話，咁豈不是佢咪好冇面？諷刺嘅係咧，其實當大衛去俾撒母耳去膏立嘅時候咧，以利亞同埋其他嘅兄長啊，包括父親耶西都好咧，其實好似冇乜嘢咁，起碼喺經文裏邊嘅記載咧，好似冇乜所謂啊，冇乜反應啊咁樣樣嘅喎，令我諗到咧，其實會唔會俾先知俾神揀選咧，都冇俾掃羅王揀選嚟得咁重要咧？又或者神去拒絕呢一班嘅兄長，都係同佢哋呢一啲嘅心態有關。咁講開咧，即係撒母耳去膏大衛啦，咁我都想補充一下咧，膏呢一個字或者呢一個嘅儀式啦，喺舊約聖經裏邊嘅意思喎，佢唔一定係膏立王嘅喎。撒母耳去膏大衛嘅時候咧，冇喺膏好似掃羅王嘅時候咧咁明確去講咧，係要作耶和華產業的君咁樣，因為嗰陣時同籍嘅兄長啊、父親啊，甚至其實連大衛佢自己咧都唔知自己係要做王噶，亦都唔知咧佢係膏嚟做乜噶。咁膏呢個 anointment 呢一個儀式咧，其實佢係分別為聖咁解，係咧想講專屬屬從，係呢個 belongs to 一個神嘅 belongs to 耶和華咁樣，要宣告咧神嘅揀選同埋神嘅主權啊！亦都係向神問責嘅，即係同埋頭先都有讀過，就係話，即係神收取，亦都可以神賞賜啦。神可以俾得掃羅去做王，亦都可以收取。所以其實呢個膏咧係就係講緊神有佢嘅主權喺入邊。咁呢一個中間嗰個表嘅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見到咧，原來受膏嘅對象可以係咩咧？可以係以色列嘅王啦，亦都甚至乎係可以係外邦嘅領袖。古列咧就其中一個例子啦，佢利用一個外邦嘅王咧嚟去釋放以色列人啦。咁亦都可以係祭司啊、先知，甚至係物件嘅喎，即係一啲嘅聖所嘅器具咧，臨啲
高遊上去，咁就係即係高嘅意思啦，就係佢係有一個特定嘅一個用途咁樣。咁今時今日啦，我哋而家基督新教咧就冇即係anointment，即係高呢一個禮儀啦。咁係咪就唔關我哋事咧？嗱，唔好忘記，其實我哋每一位嘅信徒咧都受咗聖靈嘅恩膏，聖靈嘅膏。睇今日嘅經課嘅時候咧，我哋其實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大衛喺佢屋企咧係咁唔受重視嘅咧？嗱，呢一個其實咧喺聖經裏邊咧冇好清楚去解釋點解大衛喺屋企個地位咁低微嘅。嗱，呢個就係即係有個學術少少嘅 term 咧，就係叫做咧敘事空白啊 narrative gap 咁樣啦。咁頭先咧我都有講過話，其實你會見到咧以利亞佢真係唔係當大衛係自己人嘅喎，而呢樣嘢唔係淨係得我講，而喺猶太教嘅詮釋文件啊文獻嘅裏邊咧都有提到嘅。咁呢啲文獻咧，其實就係猶太教嘅人咧去腦補一下咧，就係話呢個嘅 narrative gap 啦。咁有幾個現象咧，係覺得有啲奇怪嘅。第一個咧就係大衛咧，佢係冇被邀請去見撒母耳嘅喎。當時所有耶西嘅兒子都嚟咗，但係唯獨是咧大衛係被留喺外邊去放羊喎。即係唔好睇佢呢件係一件小事，因為咧嗰陣時嘅傳統嚟講咧，其實食祭肉呢一單嘢咧係一件好重要嘅家庭宗教事件嚟㗎。你冇可能咧會遺留一個嘅親生仔啊。第二啦就係嗰啲嘅兄弟咧對大衛嘅態度咧其實係好差㗎，佢係好輕蔑佢㗎喎。咁猶太拉比就認為咧，其實呢一種嘅語氣咧都唔似係對親生細佬嘅一種態度嚟㗎喎。咁第三就係經文有講啦，即係大衛咧被稱為係最小嘅。咁喺希伯來文嘅裏邊咧，呢個嘅最小咧唔單止係年紀細啊，亦都可以講咧佢嘅地位係最唔重要啦，係最低嘅。第四咧就係佢嘅排行啦。喺撒母耳記上嘅16章呢一度咧，大衛係排第8嘅。咁7大家可能都熟啦，就係講緊咧，即係象徵住神聖啦、完美啦咁樣。8咧就好似係喺完美裏邊多咗一個咁樣咧，就係多餘嘅、麻煩嘅咁樣樣。同埋咧有一個 fun fact 咧，就係原來咧其實喺歷代志上嘅2章15節咧，大衛咧係排第7嘅喎。咁所以其實咧作者寫佢排第幾咧，好似喺呢度咧都有啲嘅意思。但係無論點都好，大衛佢被隱藏、被輕視，最終都俾神去升高。我覺得帶俾我哋嘅安慰就係，如果你發現你喺屋企、喺你嘅職場，甚至喺教會裏邊咧，自己都係好似係被忽略嘅一個，被標籤啊、被睇低啊，無論你點樣努力咧，都格不入咁樣。咁請你相信，神依然咧可以係呼召你、揀選你，因為神嘅心意係要轉向卑微嘅人。大衛嘅兄長以利押啦，向大衛發怒話：我知道你嘅驕傲和你心裏嘅惡意，你下來特為要看爭戰。嗱，面對兄長咧呢個嘅無理指控咧，大衛嘅反應係點啊？佢話：我做了什麼咧？我來豈沒有緣故嗎？咁喺古代中東嘅文化裏邊啦，其實兄長嘅地位好高啦。頭先都有講過。咁所以其實一個細佬咧，佢面對住呢啲指控咧，好多時候都只能夠係忍氣吞聲，又或者佢避開啲嘅 conflict 啦，或者係匿埋一邊喊啦，佢自己發嬲啦。但係大衛咧，佢冇逃避喎，佢亦都冇好激烈嘅反擊。面對誤解咧，佢表現得好克制、冷靜、有界線，唔俾哥哥嘅憤怒去控制，冇調翻轉冇惡言相向去對佢，因為佢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嘢。我哋咧要睇後少少咧，先知道大衛佢嗰個性情係點。咁神係幾時去睇重大衛嘅咧？知唔係就係佢平時放羊嘅時候咯。
咁啊，又請大家咧讀一讀17章34至37節啦。1、2、3。大衛對掃羅說：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含一隻羊羔去，我就追趕他，擊打他，將羊羔從他口中救出來。他起來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鬍子，將他打死。你僕人曾打死獅子和熊，這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軍隊罵陣，也必像獅子和熊一般。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脱離獅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離這非利士人的手。掃羅對大衛說：你可以去吧，耶和華必與你同在。係啊，大衛咧，佢保護羊群嘅時候咧，佢對抗嘅係即係獅子啊、熊啊咁，佢嘅表現係相當勇敢、有責任感，亦都好忠心。嗱，唔好忘記，其實佢嗰陣時佢得一個人嘅啫，佢係一個人去放羊，一個人去面對呢啲嘅獅子啊、老虎啊、熊啊咁樣。其實就係好似係孤獨中咧，去與神同行咁樣。冇嘢可以依靠，佢唯有可以嘅就係依靠上帝，去謙卑服侍，去信靠神。唔似得咧掃羅王咁樣，佢係會擅作主張去做嘢。大衛日常嘅盡忠同埋敬虔咧，係俾耶和華睇見。呢樣嘢其實話俾我哋聽，就係原來神去揀人咧，唔需要我哋要係好高光、好出名嘅時候，我哋就算好平凡，做翻我哋平時最常做嘅嘢，哪怕你係一個 OL 或者 office boy 啦嚇，一個 sales，甚至乎一個偽美食家啦嘅時候，你只要做你最擅長嘅嘢咧，盡心盡力去做嘅話，你唔知道其實神幾時會使用你嘅喎。你睇到大衛去擊敗哥利亞用嘅係啲咩器具啊？佢唔係用咩刀，用咩槍喎，係用翻佢平時放羊嘅時候趕走嗰啲猛獸嘅工具。神使用嘅唔一定要係啲好宏大啦，或者好 high profile 嘅嘢啦，亦都可以係好平凡、好低調，每日默默去做嘅事。同埋仲有，就算去。同埋仲有就係咧，大衛咧，佢睇得出咧，救佢脱離獅子同埋熊嗰個咧係耶和華，而唔係歸功佢自己嗰啲技術有幾好啊，有幾咁熟練啊咁樣。佢每件事都睇到咧背後拯救佢嘅神。願我哋咧都有呢一份謙卑嘅忠心。最後咧都整咗一個表嚟去俾大家去睇翻大衛同埋佢兄長各方面嘅對比啦。即係可以係態度啊，佢嘅情緒啦，對神嘅心，對其他人嘅態度，同埋最重要咧係呼召嗰個基礎。如果係即係屬靈啲去講，就係一個咧就係屬神嘅，一個咧就係屬血氣嘅。即係屬神嘅係俾神去睇見佢嘅內心，屬血氣嘅或者你喺表面上你嘅條件好好，人人都睇得見你，但係你都可以係俾神去拒絕。總結一下咧，就係今日其實想講嘅咧，就係神有陣時做嘢咧，可以喺人嘅眼中嚟講係踩過界嘅，因為我哋要知道咧，道德都係服喺上帝嘅權柄底下，神有權去使用道德，但亦都可以係超越道德去做一啲嘢嘅。神亦都係睇我哋嘅內心啦，勝於外在嘅條件。神嘅心意咧係要轉向卑微嘅人，被輕視嘅人咧，始終係會俾神去提升。我哋每一個信徒都係受聖靈嘅膏，分別為聖咗，已經係屬於神。神去喜悅我哋咧，忠心去做好日常平凡嘅事。佢會見到你喺孤單中嘅努力，